后来代替这件公安的事故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交通部聶林佳龙下令要查清楚，是毋是内部的通报不良，是毋是中的联系出问题了？你跟他们是一起施工吗？看到做伙做工课同事，互电力维修车弄甲2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及时到省的人员无讲话，干那想要赶紧离开。警方第一时间嘛无用咧让意外现场。2米7。23号透早8点半，台东海端站有3位人员当咧处理工程，不过铁轨路汹汹出现一台电力维修车，当场甲3人弄飞，是安怎有人伫铁轨路做工课，煞阁有车？维修车的驾驶当时刚刚接到通知，要用时速40公里到达通过，无想到竟然有人咧做工课。他车上应该也有配备所谓的告警的装置、喇叭等等，所以如果有在视线好的情况之下，他应该能够去发现盗办人员。现场负责通报的监视员发现有列车通过时，嘛应该通知施工人员。这关键的关卡竟然嘛失效。列车高速进去的时候，我有可能驾驶员看到时候已经来不及，加上现场的瞭望体系昨天也没有发挥作用。这因为它是一个连锁的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员疏失造成的错误。上尾一关就是负责施工路线2边的人员，当时所无发现维修车出现，干那过去支援，结果马上弄掉。我们也就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检视，在1个月内会这个安排所有的行车运转的现场人员回训。到底是通报规定出问题，或者是通报流程本身就有问题？这20年以来，代替已经有10位员工互营运或者是测试的列车弄掉不幸过身。代替若是阁找无原因，要安怎避免悲剧一直发生？